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21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知名户外品牌始祖鸟炸山营销。始祖鸟的叫青藏高原烟火秀，一个被骂上热搜的营销，这个也算是求锤得锤。9月19号，户外品牌始祖鸟与艺术家蔡国强合作，在位于中国西藏日喀则市热龙乡查琼岗的山脚进行烟花表演。现场视频显示，本次烟花表演共分为3幕。第一幕，烟花装置从山脚布置到山头，长度约2500米。第二幕，用到了145盆扇形彩烟，从山脚到山顶布置了9道弯，形成一条3000米长的蓝白红绿黄色的彩龙，也是西藏文化的延伸。这个艺术家蔡国强还在视频中将烟花爆炸后升起的烟称为祥云。不过这场烟花秀很快就引起网友的质疑，在高原放烟花是否会破坏生态环境？户外品牌为什么要做不环保的事情？作为主办方，始祖鸟随即删除了烟花表演相关的宣传推文和视频。这个艺术家蔡国强好像也删了视频。关于炸山营销高原上的烟火秀，大家看一段视频。穿着万元硬壳倡导环保，却在世界屋脊点燃炸药；标榜自然敬畏，却对生态脆弱区重拳出击；贩卖所谓的户外精神，却把圣山变成了你们品牌的秀场。今天我们必须要谈一谈户外圈最近最荒诞的一场闹剧——始祖鸟在喜马拉雅山脉实施的升龙爆破艺术。我先说环保问题，品牌号称用了可降解材料，但高原低温低氧，降解速度慢到离谱，相当于你在雪山扔了一份塑料盖饭，然后说这个盖饭能自己消失。项目团队说，他们提前用岩砖引开了小动物，避免伤害。动物保护成了走过场了哈，笑死！高原鼠兔难道收到了你们始祖鸟的演出费了？没有气味、没有指示的岩砖，难不成还得给鼠兔发封邀请函？尊敬的鼠兔先生，请您于本周六准时撤离爆炸现场哦，不然炸死你可别怪我们没有提醒哦。号称翻土可以恢复草甸，但高山草甸的有机土层只有薄薄10几厘米，薄薄一层的土炸完，风一吹就散，雨一冲就垮，生态恢复比等你们始祖鸟打折还难呢。说说品牌问题，蔡国强只是一个艺术家，他不懂户外，不懂环保，不懂大自然也就算了，你们堂堂始祖鸟的品牌公关也不懂户外吗？哪家 agency 做的策划呀？我以前就是一个传统广告人，如果我做出这种策划，我的老师是要把我一起绑到烟花上放掉的。一个标榜自然守护的户外品牌，却跑到生态脆集区搞爆破，这波操作堪比素食主义者开烤肉店啊，怼到骨子里了。危机公关也给你负分，你们被骂了以后火速删视频装死，不道歉不解释不整改，您这是默认理亏啊，直接就摆烂呢？消费主义正在吞噬自然，你们把雪山当成秀场，把环保洗白商业炒作，现在的中产消费者直接被你们给背刺了，人家是冲着你们的环保主义理念买的你们的那种万元硬壳，好家伙，现在变成了穿最贵的壳炸最神圣的雪山。真正的户外人恪守无痕山林的原则，连垃圾都要打包带走。你们看看那些爬珠峰的人，人家上了山以后连自己 shit 人拿塑料袋打包带下去了，您呢？您直接就在上面搞炸药包了。高山植被跑不掉，野生动物不会投诉，但人类该有底线。别忘了，当地的藏文化中敬山神、守护雪山的传统，可比你们所谓的升龙艺术神圣的多。另外，抛开所有道德问题不谈，单看升龙这个爆破艺术本身，蔡国强老师可能是我审美不行，因为我觉得丑，而且还有一股傲慢的老登味儿。品牌不是用钱砸出来的，而是用良心做出来的。这次营销炸的不是山。首先一个，我不是户外的爱好者，我也不知道这始祖鸟是干啥的。我知道它是个户外一个品牌，但是了解不多。蔡国强老师根本就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很多人跟我一样，你要说蔡国强，首先想到的恐怕要么是蔡国庆，
要么就是唐国强，容易记混，不知道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但是我告诉你，我也是在网上看了一下资料，我才知道这人是谁。大家还记得2008年奥运会吗？从中轴线上那个烟火秀大脚印从故宫上面踩过啊。2008年奥运会的那个大脚印就是蔡国强老师的杰作。所以说你要说蔡国强，没几个人知道，但是你要说2008年奥运会那个大脚印，恐怕知道人多一些。当然了，很多00后不一定记得。我在想啊，为什么他这个烟火秀，一个户外品牌的一场营销活动，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网友的愤怒，被骂上热搜呢？我想很多网友跟我是一样的，差不多对户外了解不多，对蔡国强了解不多，对青藏高原了解更不多。很多人肯定没有我了解的多，我好歹在青海、三江源我都就转悠过，在那待过。对环保了解的恐怕也没有我多啊。那为什么大家一看这个就来火？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它主要是反差导致的。比如说我们普通人，你开个破车，每年都还要检测尾气排放达不达标。作为我们很多3线城市，春节都不让你放这个烟花，不要说平时了，为什么？也不要说上海了，就很多3线城市，就我所在的安庆，春节他也不让你放烟花，平常更不让。所以说我们这就是反差。在我们的想象中，青藏高原虽然很多人没去过，但是大家大概其知道那是世界第3级，从青藏高原流下的水也是流向世界各地啊，那个是第3级。因为它海拔高，所以它环境非常脆弱。这些年啊，环保宣传怎么样保护三江源上面的所有的什么矿产企业，各种各样的企业都得关闭，为了保护这个源头。这些宣传让我们知道青藏高原的一个是生态非常脆弱，第二个环保的重要性，关系着我们几十亿人用水的安全。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居然跑到那儿去放烟花，你说这叫什么事？有人跑到那儿炸山去了。中国这么大，世界这么大，居然没有一个地方让你放烟花吗？就是你非得去青藏高原。大家还记得山东临沂那个农妇，因为她丈夫被人打伤了，这个法官判决只是赔偿医药费2万5，结果这个农妇不满意，这个在法院里面吵了一下，结果被罚10万。这个是的傲慢，权力的任性。那你这个始祖鸟，你蔡国强，你跑到青藏高原，你跑到珠穆朗玛峰下面喜马拉雅山，你跑到那儿去升龙炸山，这个叫有钱就任性，都是任性。一个是有权任性，一个是有钱就任性。至于这个始祖鸟还有蔡国强他们所宣称的这个所用的烟花，这些东西都是可降解的材料等等，环保达标。别的咱也不说了，对吧？咱们不是环保专家。那我就想问一问始祖鸟还有蔡国强老师啊，你的这些烟花在什么地方能买得到？什么地方有的卖？买了之后能在北京、上海放吗？既然你说的在青藏高原可以放，那能不能在北京放？老百姓可不可以放？你只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行了，不要找借口，把说1000道1万，什么这个可降解、无污染，什么啊，国际奥委会、日本、美国、欧洲等多地燃放验证中，确认其污染排放符合环保标准。本次燃放等级为危级最低风险，噪音与光污染均远低于夜间烟火。既然这么安全，这么符合环保标准，那就请问在上海春节能不能放？北京、上海不让放，生态环境更脆弱的青藏高原为什么能放？这就是网友他不理解的地方，这就叫反差。这个始祖鸟还称，在生态保护层面，项目团队制定了预防、监测、恢复的方案，燃放前已将牧民、牲畜转移至安全距离，并通过岩砖引导鼠兔等小型动物离开燃放区，然后立即清理残留物，并对草甸农田进行翻土与植被修复。截至发稿，始祖鸟未回复记者的问询。实际上，始祖鸟它这个恢复方案也是它营销的一部分。我为什么说我对环保还稍微了解一点？我也不能说我都了解的多深，什么多专业，是因为我们以前有个企业
有个工厂矿区是在青海，海拔大概3000多米。我们厂的工人他们中午没事就爬到后面山上去挖虫草，运气好的啊，一天能就一个中午还能挖好几根。那个山那还是3000多米，这次放这个升龙的地方好像海拔5000多米，5500多米，那肯定是越高它的生态环境越脆弱。就我们那个3000多米的这个那个山，那都是各种保护，主要是担心水土流失，担心这些就是环境污染。环保部门3天2头的来检查，怎么始祖鸟蔡国强老师在江孜县搞这么大的一个活动炸山，你跟我说他是环保的，果然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我看了一下胡锡进老师对这个事也有一个评价，但是这次胡锡进老师评价这是大失水准的。我也不能说胡锡进老师拿了人家品牌方的好处，胡锡进老师给品牌方洗地，这么说阴谋论没什么意思。但是就胡锡进老师这个评论来说，确实是不仅对不起一个叫他自称叫媒体人，甚至都对不起一个宣传人员这个称号。胡锡进老师离这个媒体人这个标准相差还比较大，但他是一个合格的宣传人员，结果这一次评论连个合格的宣传人员这个水准都还要差一点。胡锡进老师说啊，他说户外品牌始祖鸟联手艺术家蔡国强在喜马拉雅山燃放烟花，引来关于生态保护的争议。下面是著名的胡锡进的这个叫3段式，老胡注意到，老胡觉得，老胡建议，所以老胡注意到始祖鸟已经删除了相关视频，这展现了该公司对舆论的敬畏。胡锡进老师你看，也就是说始祖鸟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错误，他只是迫于舆论的压力啊，对舆论敬畏，就是这个舆论对错反正不重要，重要的你一有舆论反对，那始祖鸟人家自己就马上把视频删了。也就是胡锡进老师擅长的和稀泥，就这个事情你做的到底对还是错，你始祖鸟该不该这么干，这个对老胡来说，至少他在这儿他隐藏了这个观点，他在转移视线，模糊了焦点。这大家对喜马拉雅山地区生态的关切完全是好意，不过老胡想说，任何事情都应有度，这个活动是否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应当由当地环保部门鉴定，他们是最关心当地生态，也最有能力做出实事求是评估的机构。这个老胡这句话说的好像貌似很有道理，实则不然。为什么？你看他下面说，他老胡注意到烟火秀举办地日喀则生态环境局下属江孜县分局作出回应，有其中2点。第一，此次活动在生态环境局做了备案，手续也合规，由于烟花使用是环保材料，因此不需要进行环境评估，乡县等政府同意即可。政府此前开过多次会议研究选址。第二点是，最终选址不属于生态保护区，周围无人居住，而且目前没有发现当地生态受到破坏。胡锡进老师他作为这么一个级别的干部退休，那应该是有格局有高度，他有一定的高度的，结果你看他也犯这种错误，这个错误很有可能他是故意犯的，就装糊涂。也就是说青藏高原环境这么脆弱，青藏高原是叫世界无极第3极，合着他的环保就靠乡政府，乡政府认为可以就可以是吗？这胡锡进老师就糊涂到这种地步了。他说乡县政府同意即可，这个胡锡进老师这个表述让人怎么说好呢？地方政府无知，胡锡进老师也无知，显然这个地方是不合理的。这么大一个事情，居然他乡县政府认为可以就可以。那第二个就更是笑话啊，说最终选址不属于生态保护区。你在大家的眼中，在普通老百姓眼中，那整个青藏高原都是保护区。他说周围无人居住，而且目前没有发现当地生态受到破坏，也就是说他认为现在没有破坏就没有破坏。不过胡锡进老师很快就被打脸了，这个打脸的不是别人，是来自于这个江孜县的上级单位。央视报道，9月20日，蔡国强升龙烟花秀视频在网络发布后，引发网民关注。
日喀则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后续将根据核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山西政府已经成立调查组了，这是日喀则市委。按照胡锡进老师说法，江孜县环保局下面的乡镇分局同意就行了，那还成立调查组干啥？所以你看这大耳光子扇的。还有同样是江孜县，实际上他已经干过一回这个事了。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电影叫《红河谷》，就宁静主演的。29年前这个拍摄电影《红河谷》的时候，为了呈现震撼的效果，当时就在这个江孜地区用炸药在冰川上深深炸出了一个三角形的口子。29年过去了，那道伤疤依旧清晰可见，冰川依旧没有恢复，成为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29年之后，还是在这里，还是在江孜，被一个户外品牌和一个所谓的艺术家再次轰炸。29年前还情有可原，因为那个时候环保意识还没这么强，不光中国环保意识不强，那全球环保意识也没有那么强，所以还情有可原。但是在现在，就说明江孜根本就没有汲取经验教训了。从炸冰川到炸高山草甸，29年，这个江孜没有任何的进步。这就是为什么日喀则地区要成立调查组。所以说胡锡进老师洗地这个水平洗得不高。胡锡进老师说，有了这些信息，我认为公众应当相信当地生态环境局决定的合规性和专业性。理论上说，只要有人为活动，就会对原始生态产生某种影响，但关键是这个影响程度是否在国家规定的标准范围之内，以及它发生在专门划定的生态保护区之内还是之外。现在看来，它是在保护区之外，而且当地生态环境局认可了其对生态影响的可接受度。胡锡进老师这叫阴沟里翻船，一辈子玩鸟，被鸟捉了眼。也就是他为一个基层政府洗地，没想到这个日喀则市委成立调查组。如果胡锡进老师说的这都是对的，那日喀则市委成立调查组，那就是纯粹是多此一举。也就是胡锡进老师，你还是有这个能力，你劝一下日喀则市委把这个调查组撤销，因为你这都是对的，有什么好调查的？地方政府都说了都没问题。胡锡进老师说吧，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外界不应再进行过多的干预和指责。毕竟西藏也需要有经济活动，有发展，环保和发展需要协调统一的关系，而这个协调统一的中枢不应是外界舆论，而应是当地的生态环境局。还是那句话，胡锡进老师，你赶紧给日喀则市委打电话，或者是写一封这个信过去，不要调查了，不应进行过多的干预和指责。胡锡进说，老胡也看到一些专家顺着舆论的情绪质疑这次活动可能带来的生态影响，但要指出的是，他们并不在现场。如果认为有环境伤害，应当拿出证据来。专家不应泛泛提出质疑，在没有任何额外证据下，应当维护当地生态环境局鉴定的威信，不能够随便提出一个怀疑，让当地生态环境局去自证清白。那样的话，将会陷入一种虚无主义，质疑成了一切。这个胡锡进老师很有意思，他让质疑的人拿证据，你怎么看怎么觉得胡锡进老师是在这搅浑水？难道不应该是你在那搞破坏的人拿证据证明你的所作所为对环境不会有任何影响？他反而要质疑的人拿出证据，你怎么证明他有影响？你没有办法证明他有影响，所以我就能干。他就这个逻辑，你把他这个逻辑扩展一下，我在水源的上头，或者比如说长江上游倾倒各种垃圾，你要反对，那你拿出证据证明它对你有影响。你在下游，你说你喝了这水你得了病，你拿证据出来，这个不就是为这个非法排放找借口吗？那些非法排放的人，我就排了这么一点，我就排了1吨污水，整个长江就污染了吗？对你就有害了吗？你把证据拿出来，那这样我往里面排1吨污水，这是不受惩罚的。经济要发展，所以你要按照胡锡进老师这个观点这个逻辑往下推，你就发现这世界就乱套了。这胡锡进老师最后说，他说当然了，一些人质疑这个广告背后的理念混乱，
还认为始祖鸟作为户外品牌到青藏高原搞这样的活动很庸俗，起不了好的示范作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重要的是它带来的感受很负面，作为广告它无疑是失败的。胡静老师说这个始祖鸟的广告营销它是失败的。我看网上有人介绍蔡国强升龙这个作品，他最初的创意是要去炸法国的圣维克多山，说用一条火龙向西方艺术史宣告我来了，东方龙来了，光从东方来，龙从东方来，是不是要宣告一下西方唯识论？结果法国人不让他炸，所以他跑到喜马拉雅山来炸。蔡国强老师这个系列他还有一个名称叫为外星人做的计划。那你说用这个升龙要向外星人宣示什么，展示什么，想告诉外星人什么信息？是想告诉外星人地球上有傻子，而且还不少。现在始祖鸟和蔡国强纷纷道歉，道歉有什么用？赶紧赔偿，该抓人的抓人，该赔钱的赔钱。无论是始祖鸟还是蔡国强搞的这一套，更像是一个暴发户所为，不仅土，而且土的掉渣。也难怪这个开头那个视频的博主说到，始祖鸟、蔡国强的一种浓浓的老灯味，确实太土了，太老套。这个农村里面有点喜事，赚点钱的，有头有脸的，就喜欢放这些东西。那这不就是迎合这种口味吗？你这始祖鸟这个品牌升龙是想干啥？是想表达什么？本来始祖鸟号称是敬畏自然，结果你表达的不过是征服自然。你这个品牌传递的是尊重自然，结果你这个升龙，你表达的无非就是践踏自然。最后简单说一下，对于这种始祖鸟炸山营销，该抓抓，该罚罚，该抵制。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